双喜之光，不巧不巧，双喜之光，不巧不巧，双喜之光。安怎啦？你有这么感动哦？快靠到你啦，安怎？啦啦队，我们赶快许愿。大彪呢？无彩呢？无小玉上好啦，安尼哦，你就会当好死心转来找斗相共啊，跳什么啦啦队一阿姨，你哪会安尼讲啦？不巧是咱台湾上香嘛上高水的啦啦队女神啊！你小玉来注定就是要做啦啦队，应该徛伫台顶闪闪是才对哦。哎哟，你面对现实好无？人即摆意思哦，就是叫你闪较边的啦。大家拢爱我，都讲你讨厌我。哎哟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你若是留伫咧厝内哦，慢慢就爱你哈。哎，都叫真害溜溜啊啦！新年还袂开始就要结束啊！我吼一定叫我老爸洗面啦！你个人专门的商品啊，袂当卖啊？啊，毋是啦啦队，迄 logo 就袂当用啊。楼顶佫几啊箱呢？啊，无因啦啦队 logo 啊，应该是会当卖啦。你个人呢应该是会使哦。袂啥啦，过2工就无知名度，啥要买遐个商品啊？啊，你人就是爱有红有笑，毋只有人来买，敢是安尼？放掉！我赶紧要拍写真集。我甲你找摄影师，家己规划出写真集，安尼我算算差不多爱20万。维持知名度够上，你买当继续做，妈，你支持我无20万哦！简单啦，妈妈爱你对无？你哦，只要较骨力就着有钱啊啦，内底我去洗洗啊啦。哎呦！